最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指出，基建發展咧係香港未來嘅經濟增長核心動力，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，甚至優化交通基建、土地房屋同埋物流航運等，全面提升城市嘅競爭力。可想而知，未來對於建築、土木工程、測量嘅人才非常渴求。今日嚟到香港城市大學，了解下佢哋點樣培育呢方面嘅人才啊！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，簡稱 ACE。陳教授啊，ACE 喺人才培育方面咧有咩核心嘅概念啊？咁 David 啊 ，Sustainability、Resilience、Smart Cities 就係 ACE 嘅3個核心概念。ACE 以建構未來城市為核心使命，打造同自然共生嘅未來環境，建構面對環境挑戰嘅堅韌都市建設，以科技驅動嘅高效同人性化城市。我哋卓越嘅教師團隊積極參與解決以上重要議題嘅前沿研究，同時我哋為學生裝備應對現今複雜環境挑戰所需嘅知識、技能同埋價值觀，確保佢哋具備設計、永續建築、韌性城市、智慧基礎設施嘅能力。我知道咧 ACE 有3個本科課程：建築工程、土木工程、建築學及測量學。賴教授啊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課程有咩特色？學生通過4年嘅學習之後咧，可以掌握咩技能啊？ ACE 本科課程咧，首年為共同嘅核心課程，同學會喺修讀第2年之後選擇土木工程、建築工程或者測量學及建築學作為專業嘅，選科就更有彈性。我哋嘅優勢咧，在於土木工程啦、建築工程啦、建築學同埋測量學課程咧，均屬於同一個學系，資源能夠調配得宜，同埋採取跨學科嘅教學方法。3個本科課程嘅設計咧，以理論同埋實踐並重，俾同學能夠對相關嘅工作同埋程序有更深入嘅認識。我哋嘅測量學課程獲得多個本地同埋海外嘅測量師學會認可。測量學課程着重培養學生嘅分析同埋判斷性思考嘅能力，為佢哋將來成為測量或者建築領域嘅專業人才做好準備。畢業生將具備深厚嘅學科知識、有效嘅溝通技巧、解決問題嘅能力，以及能透過團隊和個人技能，在建築行業中發揮領導作用。建築工程或者叫做屋宇設備工程，對我哋日常生活係至關重要，因為佢涉及到建築中關鍵系統嘅設計啦，例如電力、照明、暖氣、空調、消防安全、供水、廢物處理同埋電梯等。學生透過呢個學科能夠掌握機電設備嘅設計啦、製造啦、安裝同埋維修嘅知識。佢哋咧將來會成為處理建築工程學科入邊嘅所有嘅面向，例如機械工程或者電子工程嘅多元建築工程師。同時咧，學生能夠理解建築工程入邊各科之間嘅全面融合，尤其建築工程同埋建築業其他嘅工種啦，例如建築師、測量師、建築商、開發商同埋物業經理之間嘅融合嘅重要性。土木工程課程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 Hong Kong IE 認可。土木工程係一項非常重要嘅專業，對我哋日常生活有着深遠嘅影響。佢涵蓋咗供水啦、污水處理、城市規劃、交通基礎設施、結構設計同埋環境考量等領域。土木工程師係確保基礎建設設施嘅可持續性，同埋對社會環境方面發揮關鍵嘅作用。呢個學科咧，為咗學生提供一個能夠發展分析、批判性思維嘅環境，提供紮實嘅學科知識，培養佢哋嘅溝通能力，等佢哋以後喺土木同埋建築業行業中發揮領導嘅作用。又問下陳教授啦 ，ACE 一直都係熱門嘅科目，深受學生嘅歡迎。如果想入讀 ACE，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啊？咁學生咧就需要符合基本入學要求，其中包括中文科、英文科、數學科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。喺選修科入面 ，M1、M2 同埋物理科比重較高。其實只要學生對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感興趣，我哋都歡迎同學申請入讀 ACE 嘅課程。明白晒，多謝晒兩位。